来继续近段消息，来看国民党昨来成立着中央选战策略汇报，负责来演绎着2024立委选举的提名。不过，这个选测会成员有现任的立委鲍坤基，有台南市的前议长李全教，这个因为炒股票，这个因为贿选，拢捌互掠去关过。这是引发着国民党内青壮世代的不满。台北市议员蒋派君甚至来撕掉着文团会副主委，表示对名单的不满。警官来出身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发文章来强调讲，乌金绝对袂当过来复回，政党的所为一定要符合着人民的期待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面对着党内的质疑来回应讲，选测会是为着要伫中南部艰难的选区来找人才，未来嘛要来提名有乌道背景的候选人。朱立伦针对着选测会名单讲，后续会过来做检讨。国民党昨公布选测会成员名单，不过这个名单因目党内青壮世代不满。立委鲍坤基、台南市前议长李全教、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詹明忠、前立委黄昭顺等等，拢包括在内。台北市议员蒋派君伫面册写讲，这个李全教买票互人判刑确定，过会使进入这个名单。现任的立委鲍坤基捌因为炒股票互人掠去关，即马机关检察判伊弃一个文团会副主委嘛，无爱作案。这个时候，主席却提名了同样因为贿选被判刑定谳的李全教进入选战策略汇报。但我就问，从这个时刻开始，我们还有什么立场去监督民进党的黑金？这一次的选测会跟我们所有的，包括现在要初选的选区都没有关系。它主要是针对于中南部有一些艰困选区，要帮我们找寻一些人才。国民党党内上强的家母警官出身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嘛，写讲，拒绝乌金伫任何政党出现，人民袂阁接受乌金以任何形式阁出现，任何政党拢袂使阁乌金来控制，政党所作所为一定要符合人民的期待。那我刚才也跟侯市长透过电话，我们的共同立场都是一样，绝对是坚持坚定的反对所有的黑金。未来提出来的每一位候选人，一定都是清清白白。党内有这一人不满，朱立伦赶紧背回。算是帮忙解决问题，并不是制造问题，所以我们也会虚心的接受各界的意见。选测会成员拢是党内基层实力真坚强的老人，不过乌金的情谊或者少年的基层真不满，未曾开始团结。党的立场已经互人质疑。选测会的名单，我自己是有点瑟瑟发抖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